焦慮症嘅10個軀體症狀，睇下你中咗幾個？焦慮症之所以好痛苦，唔單止係症狀折磨人，更痛苦嘅係症狀幾乎遍佈全身。第一個神經症狀，佢會出現頭暈、頭痛、頭脹、頭昏同埋昏昏沉沉、失眠等。第二個心臟嘅症狀，經常會出現心慌、心悸、胸悶、胸痛，甚至仲有壓迫嘅感覺，或者係針刺嘅呢種疼痛感。第三個身體症狀，身體消瘦或者肥胖，頭髮乾枯脫落，面色特別容易泛黃，甚至出現一啲反反复复過敏嘅情況。第四個感覺異常，會出現四肢嘅冰冷、乏力、虛弱，容易出汗、後背疼痛或者刺痛感。第五個消化系統嘅症狀，會出現腹脹、噁心、嘔吐、腹痛、反酸、消化不良、食慾不振等。第六個呼吸系統嘅症狀，出現呼吸困難、氣短、唞唔到氣。第七個泌尿系統嘅症狀，會有尿頻、尿急、尿痛同埋排尿困難。第八個生殖系統或者周圍臟腑嘅不適，總係感覺到一啲異常嘅疼痛。第九個骨骼嘅症狀，會經常感覺肢體關節酸軟無力、行走困難、手發抖，仲會出現肢體退化嘅情況。第十個肌肉症狀，肌肉緊張、收縮性或者擠壓性嘅頭痛、額頭同埋後枕部嘅枕疼痛、頸肩腰背部以及後背嘅呢種擠壓性嘅疼痛、身體嘅僵硬、重症嘅患者甚至出現一啲抽搐嘅症狀。如果你有以上嘅症狀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，或者我哋嘅外擊內服療法可以幫到你。